นับเป็นแล้ว洋洋，这边是小吃街。我知道他有一个菜，在北京开的好。这个冰淇淋那个饼会多久啊？冰淇淋绿豆饼。冰淇淋的可以吗？方便的人。都来后面，来这边拍照，这边拍其他红烧的来了。啊，对，这也我觉别生的，过来了吗？
一下，这个姐姐认一下。啊，还有看一看，来，你来。咁啲人咧喺啲唱歌嘅嗰啲，哦，不要逼很偏窄，高。做肉是正宗。光这里去，是啊，你喊啥？光去。今天我喊你帮我那个指挥喊哈。要得。哎，是啊，这个月都要的。那把那个记得我的好标这个。好，交问题，不是我有你要回了的，所以这就已经多久的蓝鸟迪10块一个，包教包会。
大家来这个地方拍拍照。为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，保障游玩体验，特此提醒，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，切勿进行此类人员搭讪，谨防上当受骗。主动邀约路人合影留念，此类人员必须有聊。合影留念，请勿要求内容，附带有不当内容，大家合法权益，保障游玩体验，特此提醒，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。台湾的怎么值钱？来，来，我给你，来，来看我啊！来看我，5、6、7，再来一个5、6、7，哇啦！就像那个斜的沙沙条件。我们往海边去走一走啊，4点10分的时候回到车上就可以。4点钟就在走的地方走，4点10分回到车上。对，然后哪里？哦，蓝色好好看啊！